伫家己有一个专门咧种这大粒木仔的农民，因为伊的这木仔田呢是发去到街仔路，所以互厝边甲救护长全无通好收成。伊是甲这厝边个要求爱赔12万，也毋过2审的时阵，这法官是干那判赔5000块。农民辛苦揽一粒大粒的蒲仔，去到家己饲的地方法院，要来向法官陈情。这位农民2当前因为家己种的蒲仔田，去互厝边加雕，造成损失来相告，原本要求对方爱赔12万，结果2审的法官只判赔5000块，互伊是真不服。砍了3棵，算起来要100颗，100颗加上1颗30斤，刚好是3000斤。3000斤1斤我只要卖50块就好，就有15万。农民指出，伊种的这种蒲仔的品种，通常拢有30斤以上，伊一张蒲仔会当生30粒左右，放加掉3张，损失就超过12万。伊专讲摕伊种的蒲仔来，要互法官知影伊的损失，针对民众的陈情，欢迎毛派代表来了解。原审判决中已经就它是斟酌常情，就超过一定重量的农产品确实是罕见的状况。那因此，所以在判决中也已交代，它是按照一般的农产品的大小去判决上诉人所受的损失。法官讲的说，夸瓜1颗才3、4斤那么小，不是？你看我这个蒲仔龟，你看超过10几倍，超过10几倍，2、3斤10几倍，应该多少了？菜单的头家讲，蒲仔大部分细粒的时就会摕来食，要讲到30、40斤是真罕见。不过较侪是摕来看水的，所以计数甲细粒是无共的。农民表示，法院的检方单位有来接受伊的陈情，虽然对结果无满意，不过也是会当接受。希望这种无了解民间生活的判决，未来会当愈来愈少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